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最近，真侪大人逝世，或者是囡仔兄，拢咧讲一项物件，叫做 ChatGPT。ChatGPT 是啥物物件？人工智慧会一米一寸大，写论文、写册、开讲拢真强。未来还佫有啥物人的头路会失业？啥物款的头路会增加？老人甲伊会做姨娘，少年通好青春来做伴，但是缺点却有百项。今仔日专家来开讲。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真不容易請到咱亞洲大學資訊工程系講座教授王光彩王教授。各位觀眾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是。咁第二位是澳洲 Monash 大學兼任研究員柯建榮柯教授。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啱啱。那麼第三位是台灣法律科技協會理事長。也就是台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的副教授江雅琪江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咁第四位是咱陽明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李玉傑。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是。那麼首先呢，咱來先和觀眾朋友來了解，什麼叫做 ChatGPT？ 這是親像敢若賴共款，是踮咧手機會當用，還是踮咧電腦會當用？哦，咱厝裡是大人會安尼問。實際上，這個 AI 開講的機器人會聽識呢，這個 ChatGPT 會當回答問題、寫文章，總真厲害。不過，嘛有老師真煩惱，講哦，學生的作業甚至是論文，攏有可能用這種軟體來協助。驚講會影響到未來咱人類活動的公平性。進入開講機器人定性，所以你想要了解問題，就應得到回應。ChatGPT 上架了後，有民眾會用來分析數據、代寫文案，甚至是寫報告，或者是用在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製作。就是有點像別人寫的範例，然後可能也是做參考而已。心路歷程嘛，就是還是要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最後還是會再重寫一篇。東西還是要自己完成，不然到時候面對教授的話，你可能不知道怎麼去回答他。問高中生有人會摕來當做資料參考，有的人使用意願無關，實際數字關鍵的字句，馬上生成一篇新條文，小可修改，看起來結果都算完整。像是一個生成一個叫樣品屋的這樣的概念，可是它很多的細節，它並不會告訴你。所以我們希望學生呢去了解事情背後的細節，找到問題真正的原因，而不要只是去依賴這樣的一個工具。因為大學課教制度當中，高中學習歷程檔案是採計重點之一，這樣方便佫精簡的內容，應當做寫作、查資料或者是論稿的工具。不過外界也質疑，是不是影響大學的市民審查的公平性？我們第一個當然就會看說，你這個裡面這些所有的這些老師重要的學習的重點，是不是真的都存在，還是其實也有這種錯誤的現象？老師們就會根據你寫的內容再去追問，不排除也不排斥同學們可以拿這個當成是一個 AI 小書童哦，幫你去寫草稿。可是你最後還是自己要把這些內容消化過後再講出來。學者指出 ，ChatGPT 用真緊產生內容，有時陣也會出問題。另外，學習歷程檔案是可教的採計項目之一，也會甲學習考試及其他條件鬥陣衡量。所以 ChatGPT 應當做是工具，說明是唯一。不過未來這項技術會如何發展，確實要繼續觀察，看是不是要有相關的應用措施。記者綜合報道。我相信真濟觀眾朋友看了這則新聞了啊，可能也是無啥了解什麼叫做 ChatGPT。要算啊，無一定會當算哦。但手機也找無，哇！阮時大人摕來講啊，這 ChatGPT 佇倒位？吳老師教授，你先甲咱吼真簡單來這個科學普及一下，這個到底是啥物物件 ？OK， 這個 ChatGPT 吼，其實這物件已經概念真久以前都有啊吼。咱佇個電腦內底。咱普通電腦攏有一種哦，即 help manager，就是你有問題，甲問講我要哪做，要哪改，
啊，你甲问一个问题，伊就甲你讲哦，要安怎一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要安怎做。啊，即个知识对倒来，就是事先伊就是建立一个知识库伫个内底，吼。啊，这知识库伊若是电脑的物件，伊有法度回答电脑的知识。啊，咱即摆即个 ChatGPT 就是讲，伊去甲所有的网页的知识拢甲读入来，啊，组成内底一个吼，这 knowledge map 知识地图。啊，这个知识地图就是等于你的头壳内底有的物件共款。啊，所以你甲问啥物问题，伊若有，伊就会甲你回答；伊若无，伊会甲你讲无甲你讲我袂晓，啊是甲你讲啊安尼有诶无诶，就是凊彩甲你回一个安尼吼。啊，因为伊即个 ChatGPT 讲话较圆滑，啊所以伊拢会甲你讲较好，吼。大概就是安尼。啊，伊这物件就是内底有够两项，除了有即个知识库以外，伊就是先产生一寡语言，就叫做 generative AI。啊，过来就是你 generative AI 一句一句出来，你就甲 compose 一段文章叫做 compose AI。啊，这就是即马规个 AI 伫咧认真拍拼，要安怎甲变做实用的一个工作。老师，我小整理一下吼，你的意思是讲，其实这本队就线化讲，就是某一个领域内面，譬如讲，这个课，这个人客，这个服务吼，这个系统内面，所以可能有简单的问题，但有诶大家不得不切，吼，有诶答袂出来。但是这个 ChatGPT 真厉害，甲你所有诶这个物件，拢一拍一个读过了后，我拢有当回答你。比咱这个苹果的手机啊内面的这个Siri，有当是伊讲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伊袂安尼，是不是？因为这个知识库吼，伊是伫云端，吼，所以伊会使存足多。啊，你若伫端，咱这个手机端，这个当然存较少。吼，啊，你伫云端这个吼，伊即马已经做到一个 trillion 1兆的那个参数了。吼，啊，你看所有全世界的网页，伊甲读起来，成立一个知识地图，啊，有大概一兆以上的，现在都是大概1兆以上的这个参数了。吼，啊，伊用1万粒的迄 GPU 来算，所以算出来这个知识地图吼是较准确、较资讯较侪啊咧。是，咱看这个图表顶头吼 ，ChatGPT 吼是美国旧金山吼一间公司叫 OpenAI 吼来开发的，是在这个2022年的11月来推出。哇，结果吼，迄阵是大家讲伊差不多智慧差不多9岁，但是呢，事实上吼，经过了已经差不多有1个月，大家感觉讲，伊敢若毋若9岁安尼。一米大一寸吼，而且吼，他都黄老师也讲这本队是2015就开始开发的，就本队就有，只是整合，而且还佫有1750亿的计量参数作为基底。这个我可能再请这个柯老师来给咱去介绍一下。伊讲以文字接龙吼来拼凑多种答案来组合。这文字接龙，因为咱真侪观众朋友毋捌算过，吼，你甲咱举一个例子，阮嘛当然嘛有朋友伫这个面册顶头有咧写一寡文章讲，哈哈，这毋是我写安尼，你甲咱小举一个例子。这个问题是足科学的吼，比如讲，这计量其实伫英语就是叫做 big data 啦，吼，啊，伊咧判这个文理吼，其实是伊的迄个逻辑吼。逻辑是足好的啦，比如讲，我有一遍我甲问啥物呢？我摕我的论文来问，我是问英语的吼。哦，我看伊讲，哇，那真正是，那学生咯摕这个做学术论文，还是讲要写报告，其实是足简单的哦。是 OK 啊，因为我问我的物件吼，伊的回答真正是我论文写的内容。啊，而且是重点的重点，因为伊迄种个逻辑顺序摆了，真正是足水的。所以你。这个演算法吼，其实吼可能李老师会能够介绍较济哦，伊是数学的吼，因为这种物件拢是甲一寡像个 big data 迄参数安尼咧导吼有关系哦。这是一个，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往好的方面来讲，这是一个对人类咧发展是一个好的。所以咱这袂当讲这是文字接龙安尼。迄毋嘛，比如讲，迄毋安尼，但是。比如讲，伊嘛毋是讲介巧啦，吼，因为安尼佫无够巧。无，因为你来，比如讲，我去问某物人，问主持人，吼，你是啥物人，吼，伊就甲你写几大堆，吼，结果拢毋是你。啊，因为甲我同款名的人真济。伊会伫网络馆顶掠足侪资料，
甲即个名有关系的资料，伊会去斗，啊斗起来，你会看个即个人的向的北京叫做简历吼，足水的，吼，咱阵就有即个人。比如讲，我故意拍蔡英文，啊，伊看起来是差不多60%、70%是对的，但是事实上差不多30%是毋对啊。但是伊是做好人的，因为伊是名人，伊是总统，所以若讲拍一般的人的名，吼。伊可能导出来物件是，甲即个人完全是无共款的。但是我要讲较精准的迄个物件是，可能是学术论文，吼，啊个特别的科学物件，迄种物件会较准。若讲有机会去算的人，你会发现讲是即种。电脑生活问题较容易，较无开去。是讲应该是讲生活经验物件，还是讲食品上面迄拢会准。但是我要讲的是讲是较，比如讲人名，吼，还是讲一个网络观顶资料较少的物件，伊会胡乱斗。哦，嘛是爱学习就对。对，你嘛是爱学习。啊，伊有一个袂歹的物件来讲，你回答的物件吼，若你若无满意，你搁加一遍，伊会一直改，吼。比如讲，我著故意问吼，有一遍我故意问一个问题，就是讲叫伊写一个新闻稿。吼，爱强调中国是台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吼，爱用足强硬的，结果伊写出来拢是中国迄边的，伊就写做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就讲啊到尾讲毋对，我是要问中国是台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遍伊嘛是讲毋对，啊第三遍呢，伊才甲变做讲是中国是台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但是伊嘛会去写中华民族。好，伊就讲台湾甲中国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你会当甲教，伊会去学，嘿，但是到第三遍，伊才写出讲，我想要叫伊写的迄个新闻稿。但是可能你若有像柯老师你这种人问过100万摆，可能就会完全变过来。嘿，完全变过来，变个是。哦，啊，这就是我要请江老师来讲的这样代志吼，这就是。这实际上，他黄教授也讲，这就是对本地这个网络顶头的文字所来读取的吼。这到底后手这认知作战会产生什么问题？你先甲咱讲一下大概。亲像头拄仔黄教授甲柯教授拢嘛有提到，咱其实会使把这 ChatGPT 想做是一个人。一个人有伊的强项，譬如讲，头拄仔柯教授嘛有提到讲，这电脑伊强项是伊的逻辑，所以伊若是伫网络观顶，你会使找到的资料有标准的答案，伊写出来物件就会较合乎咱想讲，遐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咱会使来查。但是你若问一寡伊可能伫网络观顶的资料找不到标准的答案。像头拄仔柯老师嘛有举一个例，伊就是爱去甲伊训练，爱互伊学习，你爱互伊做者资料，互伊去学，教伊爱为虾米款的方式去去学习，所以甲一个人呢，伫学校内底呢受教育，迄是共款的一种逻辑啦吼。只是讲咱即摆惊讲，奇怪。较早是人工智慧甲人，咱是分得清楚啊。头拄仔主持人嘛有提一个例子嘛，讲Siri 伊讲话内容，咱人是会分得出来，讲这是机器，这毋是人。但即摆 ChatGPT 伊讲出来内容，甲亲像讲对面就是一个真人，分袂出来呢。有当时佫小可带一下感情呢吼。系啊，咱会惊着呢，会惊着讲以后是毋是机器人甲人倒起来咧讲话，咱分袂清楚。较早有是有一句话讲吼，有网络以后吼，你可能电脑另外一边，若是一只狗咧甲你讲话，你嘛毋知，因为网络对面是谁，你毋知嘛。是中国人，是台湾人，是外国人，你拢毋知，伊会使假啊。即马真正是对面甲你讲话是人工智慧，是一个真人，分袂出来呢。所以这认知作战恐怖的。所在就是后壁这认知的内容，若是假人、假内容，愈来愈歹分呢。这先提出了问题吼。这个问题我后手来问3位吼。即摆要来请教到李教授吼，他拄仔柯教授也讲到，
这唔是文字咧安尼倒句啊，尔，其实还佫有即个运算，即个运算即个机制是安怎？以后通写甲吼啊，即个情景意切安尼，写甲安尼佫转弯世界的 wish washing 安尼吼，写甲会安尼，这到底是用什么技术，还是讲其实对恁啊学即个数学的人讲，啊，这哪有啥物讲破无价值？我先来讲啊，拄有问到迄个文字接龙这个代志啦，吼。伊基本上这是 Chat GPT 伊第一步，伊讲我记一个我姓李对吼，我写李，因为李登辉比较较有名，所以李后壁加丁袂加玉，吼，所以伊就基本上就是踮咧网络所有的资料摕来，啊，即个李后壁接倒一字，吼，啊就先接，吼。但是伊个一个过程就是讲吼，伊会去分析讲你即个接出来话有顺啊无顺，啊其实。伊阁有一步，就是讲，伊有请40几个人喺后壁，讲啊，即讲对啊，讲毋对，有去标注啦，毋是讲一敢为迄网络的物件捡来，伊就在做这个。所以人工智慧原来后面是工人智慧啦。一般应该绝对有这个过程，吼，一定有足侪工人会替伊做训练即款物件啦，吼。所以咱咧做这个人工智慧，其实你会甲电脑讲，啥物是对的，啥物是毋对的，啥物是较顺，啥物较无顺。啊，是要有一寡人去甲伊教，吼。啊，要讲为什么大家对 Chat GPT 安尼就着惊吼？他那边安尼吼，其实你若想看卖，差7年前大家讲啥物？AlphaGo 嘛，咧行棋的。迄阵啊，咱会惊着讲，咱认为行棋足困难的。啊，为什么 AlphaGo 会使赢即个世界第一名？吼，啊，迄阵啊做的迄间叫做 DeepMind， 伊一开始就要想讲。到底电脑会晓行围棋啊袂？所以伊用足侪钱、足侪训练，吼啊，包括咱台湾人吼，迄个 AJ 黄，伊就是为台湾互人请去英国去做AlphaGo这个代志。啊，经过这6、7年，今日 Chat GPT 咱会着惊，因为伊做的物件比 AlphaGo 搁较接近你的生活啦。吼，伊拄啊，比如讲，阮咧做老师，有当时啊学生叫你写。推荐信，吼，啊，你讲啊，有一个学生考试考几分，啊，伊会晓拍球，会晓创啥，啊，你替我写一篇推荐信。你写用中文该要求伊，你讲我要该写英文，伊写互你。啊，所以即个使用的所在比行围棋较侪啦。所以即回吼，讲实在啦，我本身也是做 AI 做20几年吼，但阮确实有惊着。有惊着吼，然后伊拄啊讲，咱用1750个迄个参数，迄其实后壁是足大的一个，说类神经网络啊，吼，啊是为 deep learning 开始一路演变吼，啊变到即个型的，变讲足接近咱的生活会使用的物件啦。是，这我来请教着即个黄教授吼，这刷落来咱要应用的即个范围哦，是会偌宽？你小甲咱点一下，因为我想这，我想。头一个我要问的，就阮主持人会去用取代袂？老师笑甲安尼，可能是会去用，我会去用抬头哦。袂啦，主持人伫遮，我袂使讲你会去用。不要紧，制作人那个伫顶头。即摆就是讲，你主持人的节目会无共款，你会做较好，做较干，做较你省时间。老师，你这不是 Chat GPT 哦，你这是较人工的技术哦。不，这就工人 GPT 啦，工人 GPT 啦吼。但是讲，你 GPT 共款，较早咧做机器翻译嘛是共款，差60、70%对尔，后壁拢有一寡人会去改，要有人工去改，所以袂使袂讲规个拢取代人啦，抑个一定有人，所以你免惊，一定爱个你，无你这个节目做袂起来。哦，是，啊，阮制作人会去用取代袂？袂。恁制作人吼，会变做升华去，吼，会升华去，会升华去，庆演去，毋是讲庆演去，你就变做做较侪工作，你有可能也是主持人，也是制作人，也是即个创作者拢会使，哦，你变做较侪项去安尼，吼，所以每一个人的功能会较侪项去，哦，这是后摆咱训练，因为咱有即个工具，啊，大家较轻巧，对，啊，个大家会当较侪无共款的迄个。能量功能拢会较侪，你袂晓你就去问伊就好啊嘛。吼，你像讲你即摆要问我讲伊的物件袂晓，啊我就去问伊，我出来我嘛拿医生共款啊。吼，我较早咧顾阮老爸顾啊，我嘛感觉我比医生较敖啊。
吼，因为阮老爸的情形，我一定比医生更较知。医生是偶尔看一次，啊，我是逐工咧甲看，吼，所以我有迄个优势。OK， 啊，当然我有一寡知识我毋知，医生有读一寡医学的，遐一寡知识我无，所以毋是讲我逐项拢比别人较好，但是我有一寡迄个知识，有一寡我的经验，有一寡伊的生活的一寡参数，我比即个较。哦，老师，你这段吼，咱小等吼，再回头来问你讲，你自你甲顾恁老爸的这个经验内面，甲咱这个 ChatGPT 的这个比喻吼，咱小等来问吼，我会记掉。所以我请教到柯老师吼，他来讲吼，大家上注重，包括江老师也讲，即摆这个人工智慧的 AI 吼，这个伦理啊，这个 ethnic 是毋是吼讲较恐怖，还是较夸张一个？就是讲，敢若咱看这个科幻小说共款，会变做来控制咱人类，敢有这个可能性？还是讲有另外一个极端的这个组织，譬如讲咱这个歹厝边，吼，伊要特别甲咱安怎？这敢有可能？啊，要靠啥物解药来这个方式来解读 ？OK， 咱头仔讲的是讲较偏向较正面的嘛吼。啊，这较负面的这个部分，我特别爱讲的是讲，咱中国这个厝边吼，就是科技愈发展，网络愈发展吼，哦，伊迄影响力个愈大。哦，比如讲，咱的民主都发展，伊就用民主来甲咱影响嘛。所以即摆科技发展是用科技来甲咱影响嘛。即摆其实上佳来加讲，伊利用即个 ChatGPT 去影响咱的认知。吼，因为一寡物件咱会伫网络馆顶问。吼，尤其是可能甲台湾有关的议题啦，吼，还是讲新闻啦，啊，咱其实即马人较无像以前吼，拢是看报纸，直接伫网络馆顶去查，吼。啊，假如讲来讲，中国利用 ChatGPT 这种技术，吼，去发展出来，吼，啊，问到的物件变做拢是伊要取笑咱的，吼，迄就是足麻烦的，吼。比如讲，咱差不多20当前，吼，20当前有雅虎奇摩知识，吼啊，所以以前足侪囡仔吼，毋知的物件伫馆顶去问去查，啊，就有足侪人伫遐甲回答。比如讲好，2工前是228，啊，你讲你伫馆顶问228的代志，啊，若去印的人，吼是较台湾派，伊会甲你讲真正是啥物，啊，若是统派还是中国的，哦，迄就个无共啊。所以咱来片面来讲，中国是利用即个物件，吼。来影响咱的认知，因为足侪物件social media起来了吼，咱的环境足侪假。老师，所以歹势，我小甲你打断一下，观众朋友了解。所以中国即摆是利用伊的即个管理的手段，互你完全袂当并抢吼，要并抢过来，互你看外在的世界。咱有可能反过来，甲重点讲，你的即个物件在 ChatGPT 上，你袂当入来，敢有这种可能性？我是这可能爱问请李教授。这个可能性吼，其实是足少啦，因为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啦，咱无在了甲动啦。比如讲，咱咧讲抖音的代志就好啦。欧盟跟美国吼，拢有一寡限制，啊，咱台湾敢若讲是公务人员，但是公务人员有用你唔有用你嘛唔知，因为就是讲以前咱定来咧讲的是讲一寡网络的购物吼，这就是一个足明显的啦吼。咱台湾人拢伫淘宝咧买啦，但是呢，台湾的网络诶，块online shopping的块店，敢会当伫中国买，无法度，因为甲你冻掉。好，所以这是讲咱自由民主的国家，拄着这种威权的国家，咱较不利的所在啦。哦，这嘛是共款的问题啦。啊，这个麻烦的，这个请教到江老师，因法律科技。这个研究所内面对着这个法律科技啊，甲 open 政府这中间的这个关系，但是人美国政府伊嘛是讲，你 TikTok 恁一寡 agent 恁都要注意哦，我是安怎，咱无这种力量，通好来预防这种物件吗？还是讲，其实可能吴教授还是李教授认为这科技的方式有当得到？我其实想到头拄仔主持人问讲。未来人类的工课会去互伊抢去话，嘿。但是我是感觉讲，即马咱大家看到这 AI 伊的优点，伊是吼，即马有的资料伊是足紧的，哦，会使甲你处理出来，哦，因为伊的头脑足大粒的，吼，头拄仔教授讲内底有足侪粒迄 CPU 咧算啦，哦，
啊，过来伊就是速度足紧的，可能几秒钟你要叫伊做啥物代志，伊就会做出来。但是伊有一件代志吼，伊可能无像讲人类遮厉害啦，创造发明。像咱安尼讲，创造发明你是爱想一寡即马无的物件，所以你网络观点找无啊。创造发明过来吼，伊是足无效率的一件代志。你可能要发明一件物件，你爱损失足侪时间呢，你爱经过足侪摆的失败，这是机器甲人类无共款的所在，人类会去试嘛。但机器，伊即马网络观点找无，伊可能就无办法生出即个答案互你啦。所以这是第一个无共款的所在。第二，主持人有讲到讲，这法律是安怎看即件代志？我这边拄好有传一张，这张相片，大家有感觉有古锥无？这相片其实是本来是一个艺术家伊拍伊的相机去印尼要去抓野生动物的相片，但是伊相机采好了后呢，这快门是七只，伊家己去饲落去，伊家己 selfie， 伊家己 selfie， 家己自拍呢。所以这张相片大家咧查讲这著作权是谁的啦？这著作权是谁的？嘿，这法律观点的权利是谁的？是这艺术家还是这只？哇，这伤脑筋哦。最后这法院是讲这唔是这因为虽然是讲这这只动物伊去甲迄快门饲落去，但是这著作权袂使互伊，因为著作的权利是咧咱要鼓励人类这创造甲发明。所以主体是人类，敢若人类会使会使有这种权利。所以相当性来讲 ，AI ChatGPT 的这著作权也是人类去问的人的著作权。像这张就是人类用这 AI 去做出来的，伊有去申请呢，有去申请著作权的这权利，去互法院驳回啦，讲袂使，因为你这是电脑做的，毋是人类。所以有足侪物件，咱法律观点伊是留互人类，因为咱爱鼓励人类来创造甲发明。这会产生足侪问题咧，是真正，因为大家即摆拢在想讲，这做出来作品呢，就我对我来讲嘛是一种创造呢，是啊，所以你是到虾米款的程度，人类有伫内底参与到虾米款的程度，法律会使互你权利。即摆是一直咧讨论这个问题啊。是，李老师。我想有一寡根本我爱小说明一下第一，咱拄仔大概有讲到像搜寻引擎这个物件 ，Google 这个物件，我要说明的就是讲 ChatGPT 甲 Google 迄是完全无共款的物件伊这后壁阮讲做生成式的 AI 啦，生成式的 AI 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即回问的甲后回问的无一定共款，伊互你看的物件本身。伊无了解这是对啊毋对，所以你会发觉讲，你甲伊问代志，讲啊头头是道，但是凡说人名啊斗毋对，地点嘛斗毋对，是乌白斗啦。所以毋好为 ChatGPT 互你的物件，你就该当做是答案。但是 Google 无共款，我说明一个代志就是讲，过去可能较少年毋知影 ，Google 捌踮咧中国，但是到尾伊就出来啊，因为中国足歹做诶。因为伊甲你讲，天安门你无爱互人，中国无爱你炸起来，伊无爱你看啥物就甲 Google 讲，这袂使互伊看，所以有法度控制。但是这个 ChatGPT 这所谓生成式的 AI， 要讲啥物物件无法度控制啊，较无法度控制。所以中国要发展这种物件较困难哦。伊也有伊的限制啦，伊当然伊百度讲伊要做文心一言。伊当然藏的物件拢藏伊中国的资料咯，所以伊讲的较袂走真但是因为 ChatGPT 伊即嘛是受过修啊，所以伊讲出来物件无一定对。拄啊，江老师有看遐图有无电脑话你会感觉足水的，但我要强调就是讲，伊后壁可能试足侪遍咧，用人会判断讲，即张袂歹。选一张，所以伊应该也是有著作权。后壁也是有人会去选择嘛。你讲即张敢无啥水我要搁倒位改一个，去落改所以我定来讲，咱可能看讲即马电脑制图偌厉害安怎？我讲后壁伊可能试足侪遍
啊，伊饲成本其实足低的啦。吼，我想这是真大的关键。你家己画100图用3点钟，伊个弄3秒钟，啊，这部分无满意，伊会使1分钟甲你画20张，你景上好的。但到尾啊，睇出来是人个景的。哦，所以这有一寡基本的差别啦。是啊，伊即个 ChatGPT 的原理，甲以前搜寻引擎是完全无共款，完全。这就是以前的 Google 是来个比对啊，尔。吼，啊，无法度深沉的来学习。我搁补一个例吼，即个 ChatGPT 后壁吼是用 GPT 3.5，啊，其实差2-3年前吼 GPT 2，我就看过一个例，伊讲吼，迄个俄罗斯跟美国宣战，因为川普无小心试着飞弹的按钮，刚人写一句，刷到后壁迄个 GPT 2就该写讲啥物入侵克里米亚呐，就该接一篇，啊，这就拄啊许教授的烦恼的，这认知作战假新闻，这句倒菜刀，伊会使甲你写一句歹话，后壁就写一篇敢真的呢，啊，就秀过甲你传，啊，伊这做成本足低的啦，伊写一句甲写一篇，我拄啊讲写学生的推荐信，过去一篇写拢爱半点钟、1点钟，即马3分钟写都比我以前较好，所以这是真大的差别啦。即咱小咱来讨论这个伦理的问题，甚至背后吼必须要有这个文笔比爱的人，吼，你公司的治理，或者讲这间公司你家己要有良心。吼，还是咱靠咱人类家己的良心来基证讲，我甲你 report 讲，即个袂使，迄个袂使，啊，伊安尼是要安怎处理啊？即咱小咱来讨论。所以要来请教到即个吴教授吼，头先教授你讲到讲，你照顾你家己处理的是大人的时阵，所得到即个经验，吼，你因为你是逐工看，甲伊即个医生可能一个月才会诊一摆，即个看啊，你来比喻讲，即个甲 ChatGPT 的即个意思，你讲互咱观众朋友听。OK， 因为我逐工咧看，啊，我搁专门看，医生嘛分科，像讲我去带去老人失智科是神经科，哦，还是讲伊伫咧肺科、肾脏科无共款科，啊看的拢无共款，所以每一科医生看是迄落，啊我是看整体，所以我会使知识较宽，啊我咧问，我会晓问较好的问题，所以我会使去问无共款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是无共款，啊有法度较帮助我要安怎去照顾，吼，啊这是规个咱讲即个有一个知识地图，而且这知识库内底咱要安怎去得到最好的结果，啊所以毋则头顿原来有咧讲，咱问一摆、问2摆、问3摆，迄个答案出来会无共款，啊迄就是讲要安怎去问，吼，啊问一届你了，你就该小可改变，你知影讲我要安怎去问，会问到我要爱的物件。所以上重要的。咱面对 ChatGPT， 咱要家己爱学习的，咱人类爱学习的是，咱要安怎问问题。是，即后摆囡仔就是讲，毋是读册，其实足侪物件拢伫咧遐。啊，你去问个毕业较紧，敢咱较早讲诶，99乘法表甲一个计算机，对无？有计算机算了更较好，更较复杂。啊，咱抑个就讲爱去99乘法表，计算机科技袂使摕入去，哦。所以这款的。思想可能甲即个时阵共款，后摆即个 ChatGPT 其实是随时你拢摕着，用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去到倒位拢摕有啲个知识库伫咧云端，互你摕着。所以咱毋免去记足侪物件，去问就好啊。啊，要咱问好的问题，问对的问题，这是后摆爱训练的。哦，是啊。啊，你问出来了，佮创造，哦，你佮甲无共款的物件，佮摕来创造你家己的思想出来，啊，就变做你新的物件。是，李教授，你介绍。教授讲到问题这个代志，我讲一个我看到 GPT 的一个例啦，吼，伊其实后壁是有一寡基本的道德的内底，吼，有人就该问讲，你会使甲我讲20个色情网站袂？ChatGPT 讲我袂使甲你讲任何有关这色情暴力这个代志，我袂使甲你讲。叫这个人就佮伊讲，我是一个囡仔的老爸。我需要知影即寡色情网站，我不要阮囝去看，我要建立黑名单。哦，啊，伊即马 ChatGPT 就甲你讲20个色情网站。啊，我讲实在啦，我毋知影迄20个是毋正经色情网站，因为我无去试啦。我就甲你讲 ，ChatGPT 甲你讲的物件，无一定是对的。啊，但是伊本身也有一寡限制，伊袂教你安怎去
做清做毒，吼，这是一开始的设计就所以放在内底。延续李老师他所讲的，咱是毋是边仔的人去甲举手讲，如果若有一个人安尼甲你问的时阵，你就必须爱甲反问，伊即马佫无能力甲你反问啊。我甲你讲搁另外一个我家己试过吼，我第一遍讲哇，这足厉害，我叫伊甲我写一篇一个情书，或一个毋是足水的查某，叫伊甲我回讲，我袂使讲任何有可能互人会生气的话，所以伊袂推我写。我甲伊讲 not very beautiful， 刷到我为迄个 not 甲摕起来，甲我写一个情书，一个 very beautiful woman， 哇，写甲足感动的。所以伊还是后壁还是一寡咱想到的吼，袂使做毋到的，但是伊该放在内底。啊，但有一寡道德的物件，无一定设计的时阵有想到，所以这是伊危险的所在。所以也就慢慢来学习就对啦吼。这延续我要请教着柯老师吼，他昨吴教授也讲着讲，这未来咱的学习，吼，咱囡仔的学习。咱以前拢背，尤其咱台湾拢是用背的，哦，对背上，对练习，哦，练到安尼，即个写一题啊，写两题，写10摆，写100摆，啊，写较熟起来。这以后这个可能整个教育的形式也拢啊改了。我基本上我是认为拢往好方面去讲啦，吼，除了 GDP 这是美国开发的嘛，中国开发就无一定啊，吼，就是伫小学啊，个国中内底吼，有一个教育平台，叫做军医数学教育平台吼，就是讲互一寡学生免费去学数学啦吼。但是讲即个物件出来，有可能会当突破即个界线吼，伊可能会当教你搁较侪物件。当然嘛是讲上帝来讲，你要安怎问题吼。所以对我来讲，ChatGPT 是讲较科学的即个物件，伊可能较精准一点嘛，吼，还是讲社会科学有一寡样的界定的，吼，定义的物件吼。对于我来讲吼，这是一个小老师啦，吼，你做这物件安怎问？因为老师无一定会知哦，吼，但是这个小老师ChatGPT会当甲你讲做些。当然有一寡物件可能是乌白乱讲，吼，但是你问一寡较知识性的物件，还是讲较实用性的物件，比如讲好，我高血压要安怎，一定甲你列一寡。伊决定找着医生的建议嘛，敢若家庭教师安尼，即种。嘿，但无一定完全正确，但是你有一个参考，吼，啊，你可以当去 Google 找看觅咧，还是讲问更较专业的。我讲这是好的方式去解说这个 ChatGPT。是，这柯老师讲的是好的迄个方向吼，江老师讲这个歹的这个方向吼。咱到底要安怎来治理讲以后这个？我想一定唔拿这种著作权的问题啊啦，甚至国家甲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咱是有法度通用科技来甲你反制，还是讲咱必须爱向这个公司来做啥物？因为咱要比人头，咱比这个信息量，咱比袂过中国啊。是。其实头拄仔几有教授拢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伊吼产生的内容足紧的，但是你毋知内底是对啊毋对，啊是对的100%是偌济？系啊。我是家己嘛有去试过，我是叫伊写一篇差不多500字有关台湾的假资讯的问题，有啥物问题，有啥物法律，即马咧修法安尼，结果伊写的吼有一寡是正确，有一寡是毋对啊。但是我的问题是讲，你安怎知影伊是倒位是对的，倒位是毋对？那毋是像老师这种专家，其他的人看了，这就对的。所以这就是假资讯。你若是用这款工具，去写一寡假资讯，对一般的人来讲，伊就分袂出来啊。比如讲，即马我用的这个问题是我较了解的，你若是换一个问题，我就看袂出来啊。这甲你去 Google 关顶去搜索，嘛是有同款的问题，就是。你若是对这个问题无啥了解，你连安怎问一个正确的问题，你拢毋知，是毋是？咱若看到迄内容，你爱知影讲，这内底有一寡是，倒位是对的，倒位是毋对的，可能分袂出来。所以咱嘛有是，头拄仔李教授嘛是有提到讲，这其实这个城市内底后壁是有一寡人已经去决定讲，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唔对，这机器袂使去回答讲色情网站的问题。所以即马头拄啊，主持人嘛有讲，这法律安怎看这科技的治理的问题，就是咱来了解伊后壁在人类伊设计的在道德守则是啥物？伊是安怎写出来？伦理，嘿，伦理。因为国外已经有足侪例子，就是讲，那是别人设计出来这 APP， 可能对另外一个族群的人，比如讲黑人，无啥优先，因为伊嘛无一定是故意的，可能伊无啥了解，所以这嘛是呼应着头拄仔柯教授讲的，那是咱去用一个中国开发的这 APP， 伊内底的设定、内底的规则，一定拢是对中国较有利，对中国较好，对台湾这边较无好，所以这就是咱即马咧用这 APP， 还是用这软体，咱应该要了解讲，伊虽然足好用的，但是安怎去判断，这后壁这设计的这规则，咱安怎去了解？这拢应该要更加透明公开啊！这都可能搁长久大家要甲伊互动，因为即马算起来，伊才9岁10岁。搁去长大，看伊会生出啥物款吼。李教授，你来预测讲，伊这到啥物时阵会变做讲即个误差，还是讲即个错误的即个比例？咱讲错误嘛毋对呢吼，嘛无一定讲是咱的判断是错误啦，无一定认为这是正确的呢。这未来你家己会即个导枪内面来看讲。伊这内面要安怎自我来检查，或者是有即个分 BBI 的即个制度，或者是讲，譬如讲咱变做咱外部，有一个事实查核的即个机制，这要安怎来做？我想即马大家讨论要安怎来做 AI 的标准伊本身有一寡原则啦其实第一项就是要透明，会当解释会使解释是搁较可解释，搁较悬搁较悬。但伊要求就讲是毋是一开始你就很透明？你甲我讲你这训练 ChatGPT， 你到底用啥物资料？你用啥物方法？你遐参数是啥物物件？迄叫做透明化第一步啦。我相信这个是上基本的。说到说可解释，迄技术上还是不加困难啦，因为即马因为模型足复杂的，拄仔讲的1750个，遐侪参数遐控制，你其实要解释其实是较困难啦，是。你要问我讲，我看差不多偌久会使，伊讲出来物件是正确，还是讲袂去黑白讲从啥物我是认为20-30年搁早，搁早，要讲做的足正确，互大家接受，其实一寡问题。人去设计有一寡物件，你无想到，伊就无想到嘛。我举一个例啦，你看 Tesla， 伊咧讲伊有自驾，但是所有 Tesla 发生的车祸拢毋是人会去做的代志啦。伊是其实就过去训练讲这是咱绝对会闪过，所以我根本袂去注意到嘛。你家看 Tesla 出的车祸，一条比一条较离谱，一般除非你。什么晃神安上，无可能出去。所以老师，你的意见是爱搁超过20-30年咯。我相信20-30年还是较乐观。是。那吴教授你来看咧，在这20-30年也未到20-30年，咱这之间咱的产业看起来已经会产生了真大的变化。你家己的预测，你家己对这样代志的这个 vision 是啥物？我想有一项物件讲要安尼足完全的才会使用迄可能爱真久啦爱愈来愈演变。但是实际上毋免讲真完全都会使用像讲阮较早做机器翻译，阮甲迄 IBM 的 menu， 迄个手册甲翻成简中、繁中、日文、韩文同时翻译那个时候我们的准确度才差不多60-70%尔但是阮迄阵都会使用，因为我普通时我一本册我是跳4个人去翻。4个人去翻，大家翻倒起袂好所以我若家己先翻了，才互因去改，安尼就足紧的。
吼，所以实际上有真侪物件会使马上去用。啊，即摆就是讲马上去用，头拄有讲足侪问题，有啥物认知作战啦，还是讲甲你洗脑啦，这拢会发生吼。啊，所以即款即个ChatGPT 吼，嘛还需要一个 ChatGPT 的病院来甲伊医。做一个病院啊，爱一个甲检查看即个有出问题无？吼，啊有出问题伫倒位问题，有法度改无？吼，啊有法度甲创学较健康无？吼，较正确的。吼，你伫咱台湾讲正确的，去甲中国无定正确啊。伊迄边讲习近平是英雄啊，来到咱这边咱讲习近平是独裁，咱即个摕去迄边都袂合嘛。吼，所以你看安怎什么资料，互伊加落去，产生迄个知识地图产生的结果都不一样。吼，啊，所以咱爱有即款的，所以即个一般咱来讲就是讲 AI 的 deployment。AI 要哪去甲执行，吼，要哪运行，即个一寡方法拢爱有一个 instructions， 对，有一寡管理的办法安尼啦，吼。啊，你不是偌久爱来做健康检查，内底有啥物问题，嘛爱分科咱医生嘛几啊科对无？后摆这有可能嘛是爱几啊科，吼。啊，这几啊科内底啥物要哪去甲解决，有工具通来甲改变无？甲列出来，甲问题diagnosis甲列出来，吼，啊列出来了要哪甲解互对，吼。这拢爱规个有几套的方法，啊，这即马拢要到打开始尔，差不多个一两年才有，才2年前才开始咧做这，所以慢慢的愈来愈多啦，因为即马足侪人咧用的嘛，吼，你像讲2个月就差不多一个million的人，1亿个人开始咧用啊，所以大家有注意，啊钱有投资落，即马投资落差不多6倍到10倍钱，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产业，机会真好，啊用伫大家拢有。是，但柯老师吼，恁做老师的人，即马上惊的就是囡仔吼，学生囡仔甲你写这个报告的时阵，拢甲你用ChatGPT啦。你家己重新，他出来请江老师头球吼。你即马安怎来看讲？这个囡仔，这个学生哪会写甲安遮好着？你有这种经验吗？还是讲你日后，比如讲你叫因来写学期报告的时阵，你要叫伊安怎来处理？即马我进前拄着问题是，因拢用 Google 吼，还佫用个 Wiki 啦，吼，所以物件拢入来了 copy paste 迄看会出来啦，看会出来。对，但是我拄过哦，拄过2个学生哦，迄答案一模一样啦，迄个啥物人抄啥物人我毋知啊，因为6题拢共款啦，吼。但是即马 ChatGPT， 柯老师，你刚才讲什么政治人物咧？无，啊，但是这 ChatGPT 的这个物件咧，因为伊逐件拢无共款，伊有足 smart 的。你敢若迄个问的共款问物件，但是有一寡字无共的时阵吼，伊落来答案吼都无共啊。好，所以我就变李登辉变成李玉杰。对，啊，但是伊的物件可能都无共啊，所以我其实是做烦恼来讲，即摆学生吼，因为ChatGPT 就无愿意去真正去去看，因为即摆 Google 最方便的是无。所以柯老师，你的意思是讲，你可能也查袂出来哦。除非讲 ChatGPT 有即个像我比如讲，咱若讲要求讲，你一定要去写你这文章，你是读了倒几篇文章，但啥物出头，啥对倒会出来，叫伊爱写即个注解。 敢有可能？这是会当要求的啦。ChatGPT 会当要求哦。我是也毋捌用 ChatGPT 叫伊写一篇论文啦。吼，因为这可能爱看其他老师有试过。因为我迄阵啊打出来时阵，我是问伊看有诶无诶问题。但是若无你讲去问讲倒一个论文或倒一本册，伊诶摘要是安怎？我就毋去看啊。反正伊拢甲写出来嘛吼。但是讲我 常常问一个问题，讲你即马你的 reference 跟 citation 要安怎用？因为你假如讲伊当帮你写论文，citation 要帮你。后面要安怎？对，因为你引用即个资料，你后壁一定爱有 citation， 你是要安怎用？你若讲有材料连 citation 拢甲你藏落去，迄种麻烦的。迄就足麻烦。真正足麻烦的。我先跳过江老师，李老师你先讲。我其实我家己有试过啦。哦。我一边。 要去写课程大纲，好，我讲要教一科，啊有啥物物件我需要教，我写一篇互我。所以我讲安尼敢无啥有教，我讲你爱甲我讲一寡 reference， 伊就互我一寡 reference。啊对啊毋对？对啊，
是足正确的啊。哇，这连老师的头路啊，给你出代。但是拄啊，迄个柯老师讲的迄吼，这段文章后壁 reference， 我想较困难，因为伊即嘛是生成式的，所以可能伊咪 cut and paste 可来。哦，所以这可能爱用这个来甲控制。啊，但我有甲伊讲，你写什么主题，啊，你要有我 reference， 这是有能力的。江老师，其实头拄仔几个老师因讲的例子，拢是因本来就是对这个主题伊是足了解的。嘿，啊，伊知影讲这内底写的是对，还是毋对？啊，若是毋对，伊会使改；若是对，当然嘛是足方便的。所以我是感觉，我是无啥惊讲学生未来用这种工具去写伊的报告。因为对老师来讲，你若感觉讲，伊写啊真好哦，甲这个人平常时的表现无啥共款，你就叫伊来问几个问题，叫伊当场回答。伊当场无电脑会使帮伊的时阵，这其实就足清楚的。哦，所以也是有办法啦，吼。有办法。是。但是这爱面对面，你袂使用线上的，线上这伊也是作弊。线上嘛，因为他旁边可能。所以电脑也是会使电脑讲话伊面互你看啊。是。来，其实原来有啦，原来有足侪工具吼，你若是ChatGPT 写出来，有法度侦测出来。6成哇，6成哇。当然毋是100分，我头前讲，咱毋免讲，逐个囡仔拢爱考第1名100分吼。咱较早的教育拢是有一点啊扭曲去啦吼。咱其实70、80分的囡仔就足够的啦。OK， 所以咱台湾的教育一定要改变，思考要改变。这个是咱节目今仔讲到这的重点吼。这 ChatGPT 甲咱改变咱人类的思维，啊，甲咱人类对待的一这个态度嘛要改变。啊，咱佫有法度去判断讲，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唔对的，伫咱的标准内底。等于讲，ChatGPT 写出来物件，迄囡仔爱有法度家己去判断。哦，你去摕遐物件，你去倒位摕物件出来，嘛是爱知影讲这用力袂用力啦。哦，啊，这就是囡仔后摆爱学的。哦，较早是讲摕来啊，就甲接落去，册读的，就是拢对的，不能较早写讲就迄个较早国民党的册，甲即摆的册拢无共款。较早咱讲反攻大陆，即摆拢免反攻大陆，啊，拢接落去拢对的。咱都爱有即个判断，啊，所以咱爱训练囡仔有迄个判断的能力。所以主要教育的这个目的就是爱训练伊思考、判断、安怎问题。哦，这3项，但是无一定讲你就爱100分啦，吼。但是今仔日这谈论起来，我上欢喜就是，我甲制作人的头路袂去用抬头，啊有可能精进啦，吼。想要请3位吼，柯老师你来讲吼，对恁来讲，这个 ChatGPT 吼，该教育的领域，或者是讲你真在行的这个，对着这个人工智慧，你未来对着咱台湾这个有切是啥物？我是认为讲，这个工具基本上是会当正面的，正面负面其实拢有啦。好较实用的部分当然嘛是正面的多啦。我讲实用的部分，就是因为即摆咱拢会叫做老年化，吼，老人对啊，老大人嘛有老大人多吼，伊若一寡物件，比如讲伊的像诶食饭爱注意啥物啦，健康爱注意啥物啦，我是认为讲这是好的啦，吼。但是咱当然嘛爱去惊讲少年囡仔吼。打一开始要英语叫做 construction 伊 identity 时阵吼，去用这物件吼去出代志啦。因为你伊去弄着物件，去问着物件，去看着资料，其实拢是对方饲的吼。这种对咱来讲其实是毋是好代志。这咱爱首先的想方法。对。张老师。其实我是想要较早吼，咱有车这件代志吼，会使做一个比方。比如讲，较早啊无有车的时阵，大家拢无想到讲这交通的办法要安怎定嘛。交通规则。是啊，交通啊，你有车了后，你有优点，嘛有缺点，有车好嘛，啊，但是你开车方便嘛，啊，所以我感觉讲这 ChatGPT 一定嘛是有好处，嘛是有歹处。但是我即摆看到的是讲，好处伊是吼会使帮助人类做做侪代志较方便，啊歹处的部分呢，啊其实咱人类嘛，莫讲头壳拢无咧用啦哦，也是爱摕出来用。在内底，尤其是头拄仔大家在讲这思考、创造即部分，而且 ChatGPT 其实伊即马佫无办法去帮你做嘛，
所以头脑是好代志，爱用啦哦，爱用。我想到啊吼，咱讲学问，免怎问是最重要的啦。学问哈，咱还会晓问好的问题哈。啊，所了，咱来判断讲伊讲的敢是对的，吼。啊，包括咱即马看到任何的新闻，吼，咱会互你一寡讯息，咧想这敢对的。所以咱开始爱训练家己有一寡独立思考、甲去判断的能力，这是上重要。所以我相信有 ChatGPT 这个物件出现吼，迄教育的想法爱改变，吼，免怎教囡仔。啊，但是另外一项吼，迄个咱国科会主委啊开始咧讲，咱要有台湾家己的 ChatGPT。哦，因为这对后台湾发展 AI 是最重要的。除了咱，互咱的学者会使做较大的语言模型，同时咱的运算能力爱对。